一摆嘅禁止限制嘅阿贝政策会引起安大嘅反弹，最主要都系农委会认为，现时全国83间合格嘅屠宰场已经有拉了。不过5月节按多摊呢，得唔得到嘅吃货来买？本人发现可能冇像政府讲嘅安尼，许多嘅农嘅争议，包括消费者都系审唔惯唔系限制嘅鸡肉，屠宰场分布唔远，长途运输冇清楚过卫生。规格化嘅屠宰场无法度处理唔系规格化来修嘅屠鸡。农民团体韩国社会系规个屠鸡市场会像朋友鸡安尼，本大型天宰场控制。台湾铁油大大小小无享用品种有文化意涵嘅屠鸡，也可能会消失。加州屏东昨天的鸡农同色谷人鸡又皮又太严格，遭到农业度用嚟查档，看见老鸡喷水。干嘛要喷水啊？因为它很怕热。哦，怕热啊。热的话，它会牙龈会出现热紧迫。做件鸡嘅事體，最係因為一隻雞做唔得啲附近嘅事，要上到半點鐘茶場營業，為啲羊鋪嘅屠宰場業。都係屠宰場，當然開始磨下力同羊雞掉啲輸送大學。不過屠宰場總共係鐵擺推遲羊雞，羊雞要特太熱，掉腳根本掉唔起，呢度雞就按入，搶掉定一隻腳。冇做喺幾隻雞跌到天日學。經過天闊、磁鐵、冰結、湯膜、脫膜過後，光溜溜嘅雞只有工業用手工同泵內流出來。因為羊雞實在太熱，全刺痛嘅流泵內嘅機器根本冇辦法用。那麼一般嘅屠雞係肉雞，泵內但是搶留下雞心留雞鰭，客家羊雞沙留下大部分嘅泵內留雞油，故所自己嘅工業又係無限凄慘，建築建大廈。我啦，你頭先來從油體起啊啦，伊這係古來冇咩啊，我古來買就嘛要包材，要裝較好，要帶到嘅。好咯。係啊，加油啊，叫佢加油，另外叫佢啊。等泵內全部處理好嘅，大概時節要遇到問題嘅，羊雞從色谷人雞，故所要搬人客來呢片墩布，但將雞骨頭再剁做白地。8塊就可以。8塊。用安尼泡面的。對啊。安尼泡面。你泡了。從開始吃到包裝完成，本來2點鐘就要處理幾千隻雞嘅屠宰場，3足足用嘅2點鐘客家，將處理好也100隻嘅客家羊雞。自己供應國真件當麻煩。那你裝這個會麻煩？很麻煩。刷進去很麻煩。那個要被封啊。吃羊雞嘅時間係100屠雞嘅20片，推遲一般嘅屠雞。要數25元來算，推遲一隻羊雞，再要數高達500元。不過又冇可能數咁多嘅錢，很難怪嗰邊地區其他屠宰業者根本唔肯接受雞農嘅委託。昨天羊雞推廣中心嘅雞農，到目前得在青島一間羊鋪嘅屠宰場，很天數吃寬啊！剛開始員工要有一個適應的時間。盡量就配合曾老闆他的需求，然後再去慢慢做調整。但其他廠也未必會願意接啊。別人不願意接，不可能接。正反用水講嘅客家羊雞，肉嘅時間青菜咗200元，發通嘅公雞也係一般屠雞唔皮客家，成熟過後又皮又大，肉質又甜又好，又冇臊味。賣價是一個塔幾千元，無論係肉、運送，也係吃，大家細節都做唔得青菜，係冇幾年嘅心血，最樣用料搶搶。
基本上一定比较唔好即种的加种，处理上更麻烦。可能呢，一定要行啊装唔比较少要顺手。我哋做法都讲，唔怕唔愿意试，我也蛮愿意讲本一摆机会。现在传统市场种的自己的高效，国人最接受的鸡肉，迄个无合格的卫生标准，种唔得卖。不少鸡农但是要托鸡送到合法的屠宰场来吃。不过，全国83间合法的屠宰场，实际有1间是公立的。故说，自己的权利完全是被私人的屠宰场把握的呢。甚至连自己的时间也要看屠宰场的面色。因此，一到国人还是较好适当然坚持的鸡肉。故说，传统市场有超过90%的鸡。喺前一日暗晡4點到聽一日大早4點，所謂嘅最後嘅時段吃嘅。哎呀，就算你市場早早就準時來賣。不過，就農會嘅資料，而家全國提供推遲服務嘅48間屠宰場度，搶有2-3日很開放，也最後嘅時段推人吃嘅。3-3嘅屠宰場根本唔配合，啲最後嘅時間就推人吃。4-6嘅係需要老屠宰場來親身來打合。中國有條屠宰場，但是都檢定一個賣雞肉，當然自家雞要先吃。在杀土雞的時候是有黃金時段，因為4點多、5點多要到菜市場，然後電宰場它是早上就開始殺雞，下午批挖雞，到春城市場已經都7-8點了，那個時段太久了，所以容易腐化。面食面人係個問題，啲平常時當看冇馬出來，不過都係傳統嘅正義嘅時節，問題就出現呢。5月節前1日，雞肉需求動態，就特別是華南市場嘅統計，推遲雞比平常多嘅4倍，屠宰場根本付唔出，呢度賣雞肉嘅攤呢，為到當主嘅係冇雞做得賣，肉也冇效。打電話來罵來講啊，說為什麼雞還沒有到？但是我們急，他們也急呀。所以我們對這個如果這樣取消掉的話，對我們來講真的很不方便。不過農會認為，經過合格的屠宰場飼嘅雞，在全場冷藏72點鐘度都係齊齊嘅。故說就算提早吃，也唔會影響品質。遇到傳統嘅太節。還一般也會大盒至少休息的原因。它是全程是冷藏保鮮的，所以其實我們黃金72小時，這都是符合的。所以千萬大家不要以為說，電宰雞就是冷凍雞，什麼口味就不好。沒有，並沒有這樣子，我們也一樣是生鮮的。飲食習慣和文化對農會來講，當初冇按重要，最表面嘅大家接受冷凍嘅雞。還有未完整的雞肉，啲台中烏鳳市場見擺攤30人的菜福食，做啲農會正式公告，市場準備自己以前，喺呢項嘅冷藏設施都已經裝好嘅，一頭當日特別托高嘅雞送到屠宰場一次，本農會按照示範的冷縮所，配合當家安排其他現時嘅賣雞肉嘅攤呢，嚟到有一批拜訪學習。不過菜福食也還殺緊怪嘢，是它屠宰完之後，它的整個不像我們自己殺的那麼乾淨，那麼漂亮。什麼斷手斷腳啦，什麼烏青煙灰啊，它都來。那我們不得已一定要去接受它，因為我們不能宰了，所以說我們沒有貨源了，一定要接受電宰場來的雞。現在變成說是政府強迫我們去接受這個東西。菜福食度到嘅前期唔係雞案，有啲嘅攤呢，也因為按樣影響嘅收入。一般農會按照示範雞肉攤呢整水浪，生意最越嚟越唔好，有櫃台班嘅雞肉賣唔出去。因為呢度攤呢，當日將賣出19隻雞，130次幾百隻，賣唔出去，天窗一退平以來，冷凍過嘅雞肉要行較難賣嘅。生意歹，還佫開錢，你若講開錢，大家攏有法度接受啊。開錢佫無才着接受，雞肉抬來變成次級品。都講無買咧，無買啊？都買咩啊？走去外口買。
我拢反映的人来说的。早起打那啥，早起现台呗。好的呀，一定这款的一定要改进。你不可以每天去杀，你杀100只起来，你就等于要有时候一个你要冷冻好，有时候你超过3、4天，那个东西就不好，人家就不要了。对啊，那这种损失的都是我们要自己吸收啊。消费者唔接受，一條依法嘅攤呢成立都無將調白安好，遇到嘅攤呢都講究，台面上標點合格衛生標準嘅檢驗，私底下殺下賣點是假詞嘅。也攞杯很容易鲜吃的吧吼，吃到也做唔得啦，吼應該要大家控制一隻起跑點吼，來做下咧較公平。啊，你講安尼，攞杯容易吃，也公有市場你都冇去落來，你攞鮮吃的呀。對於攤呢嘅關業，農會認為應該先留屠宰場反映大合，下一擺也會抗體查緝偷吃嘅行為。唔過學者認為，一樣係吃飽冇吃飽，下個重要嘅係我要求屠宰業者拿出好嘅品質，相關嘅論述，爭取有效嘅降低偷吃嘅情形。大家提出来说什么断翅啊、什么断腿啊、断头、什么黑头这些，其实比率其实不高，因为我们有去现场数，大概2%左右。其实这个是一般都会有的耗损，我们并不觉得这个非常的就是像大家讲的这么严重啦。农政单位也叫我们跟那个电宰场去调解，可是他们是帮我们代宰的而已，代宰一只鸡20块，他没办法赔偿起来，因为像阉鸡一只鸡就要600、700块。他们说，如果你嫌我不好的话，你们就自己杀啊。基本上就是你的店宰要跟私宰去砍屁的嘛，砍屁那个国人的那个接受度嘛。所以这块，如果你的店宰的接受度一直没办法提高的话，那有可能会助长私宰。那私宰我们更没有办法去管了啊。那万一假定有一个新的传染源来，那更難反映。農會還建議，攤呢裝修即將留減低賣雞肉嘅屠宰場奪雞肉來賣，來降低經營嘅成本，留冇必要嘅麻煩。不過，也係遇到農民團體社會。我们会跟摊商讲，不建议他直接跟屠宰场，就是他把他什么鸡送到屠宰场里面去杀，然后再搬回来。那我觉得这在运输上面，他其实运费要付2次。那我们觉得他如果是这样子，他直接跟屠宰场拿屠体，其实是比较快的。到最后卖冷冻的，大家都要去大卖场买啦，没有人要来市场买啦，因为大卖场他拿整批的比较便宜，对不对？我们这边一定是比起来，人家就不会来这边买了。因为他们掌握了通路，将来不管是你是菜市场卖鸡的，或者是你是这个土鸡城要买鸡，你只能跟电宰场来买，甚至于现在就已经发生了这个情形了。电宰场你送鸡去请他代宰，他说宰不完，你可不可以买我的鸡？如果这个宰的环节只掐在少数人的手里，就会形成垄断。學者還進一步指出，也係管理這個兩種品種嘅鐵絲土雞。因為肉嘅環境、時間長短都冇一樣，掌握肉冇平安肉質嘅口感、留飲食嘅文化。屠宰場特別大時節，味道傳到最多嘅利潤，主要搶食單級規格化嘅雞種，其他嘅鐵絲雞嘅生意天窗會受到影響。這種的集中屠宰的話，也可能造成更激烈的競爭，大家會競價。也就是說，因為你地產地銷的這一些本來是有特色的，你殺了好以後，你特色不見了，你看不出來的。哦，在那種拍賣市場的時候，可能就是說，都是一樣嘛，所以誰的價格比較低，誰就有利。因為咁樣，5月節天日，價錢嘅來自全國的雞農、雞販業、攤業，行到幾如何？要求政府應該平衡各企業的需求。超權來利用各個縣市都有嘅肉片嘅屠宰場，加速共有嘅吃生鮮嘅食品。不過農會認為，也係屠宰場嘅產能極大嘅，
无天才加作共有的屠宰场。就是在现有的肉品市场没有土地问题，那个废弃物也可以处理的地方，加设一条家禽的屠宰线，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。那等到这些媒合跟资源的调度，大家都尽了力之后，那究竟是足够呢，或者是已经过多，或者是过多当中还有一些不足？那针对不足的部分，我们再来考量。不过，就算屠宰场唔是少特少，还係會少唔完。長期傳統觀念傳統市場專門吃生鰭，並且用人台方式嚟吃嘅通報團體，來學習做認為，再做得達到促進動物嘅福利、防疫、衛生嘅目標。政府不應該搶堅持而適中式嘅屠宰場嘅政策，應該學先進國家，加州細件嘅屠宰場，進一步嚟開放農牧場來做簡單的屠宰實施，均均的做來吃，做來賣。站在動物福利的立場、食品安全、防疫的立場，能夠在讓雞在最少移動的情況下，在農場就宰殺。那你一定規模的這種屠宰場，那政府可能就要派員去檢查。那如果是小於一定規模，那我們就相信農民自己會去做好人道動物福利或者是食品安全。那這個時候消費者也可以願意相信的話，那這個制度就有可能建立。它必須也除了還有人道的屠宰，有電葷，它也符合人道的屠宰。它的話，它也可以就是說，這個有一個工作的平台，不是在地面上，所以這個也可以清洗的這個土地很乾淨，很衛生。然後呢，這些廢棄物又可以處理，也不會污染環境。那你還要求什麼？農會上講，亞建標看呢，細件屠宰場實質的面積搶愛4.2平，實批1,100萬元。按多年來是提出申請，也向爭得到許可的農民承認為法律挺嚴格的，申請的時間最少在3年，小農也根本看唔贏按多的經費。我去年申請到現在已經1年多了，現在建築執照還沒下來嘛。縣政府還有這黃檢局他們的那審查太籠統了。以前他們大型在申請的時候才25項調查，現在換小型屠宰場變成要38項調查。一間屠宰場土地可以去變更，都系統拿到屠宰證了，頭目要超過3年，這樣現象出來啊。這個過程呢，還有時候法規那一些碰到法規沒辦法處理的時候，甚至還會不止超過，要申請屠宰場拿到屠宰證，可能會超過3年。投訴項的結論得出嘅，幾農用業嚟表示對政府嘅不滿。不過，就算行上街路以抗議，看起來還係當唔係按強勢嘅政策，幾20萬嘅土地嘅幾農攤呢留不卡人，也係心情可能對搶掉啲訴訟大項嘅幾嘅權益。搶做的一年吃一年花。